湾少子化越来越。你会使开声，你会使伫心内底甲主求、甲主讲，互咱心清气，得看到伊的面，得见伊的面。愿咱所做的，真做芳芳的做，得伊欢喜。主上帝，阮今仔日感谢你，搁赏赐阮有好的天气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心、用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愿你的圣情引带阮所做的、手所做的、心所想的，拢真做荣耀你的活祭。愿你接纳，愿你感纳。阮所讲的、所唱的、所做的，拢是你所欢喜。阮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献上安尼的祭。阮分别最上，为着要来遵守你的诫命，求你帮助阮，为谦卑、顺探你的旨意，来行你要阮所做的工，伫你的面前。真正感谢你，真正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现在平安，欢喜伫即个分别最圣的日，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三甲做伙来学罗敬拜伊。主要甲咱同齐行，咱也要甲主同齐行，来成就伊的荣光，伊的大作为。主，我跟你走。咱做伙起立来学罗伊。主，你跟我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往
边，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说着我的心，全被地聆听，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因你是万王之王，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已战胜死亡，战胜君王，这新鲜的路我永不回头。请咱甲咱的兄弟讲，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请你甲兄弟安尼讲。大声来宣告。主，我跟你走，万普天下走，是因有故紧紧跟你走。主，你跟我走，万普天下走，是因有故紧紧跟你走。开启我的眼，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已战胜死亡，战胜君王，这新鲜的路我永不回头。咱个大声来吟。开启我的眼，信心的沙眼，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说着我的心，谦卑的聆听，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咱来宣告，伊是万能的哦。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已战胜死亡，战胜君王，这新鲜的路我永不回头。再一次来，大声宣告。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已战胜死亡，战胜君王，这新鲜的路我永不回头。这新鲜的路我永不回头。搁一摆来宣告。这新鲜的路我永不回头。主，我跟你走。咱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看见今仔日的日头。主，阮感谢你创造大自然，互阮听见虫豸的叫声、鸟的声音。阮拢感受到风微微啊咧吹时，你互雨水润泽田园树木。感谢你赏赐阮一条活命的河，
有平静的时，有波动的时，有充足的时，嘛有打扫的时，搁有绝望的时。阮感谢你用温柔的声对阮讲：免惊，免烦恼。感谢你伸你的手来带阮行这条坎坷的路。感谢你，互阮经过大风影。感谢你，互阮会当用你来祈祷。感谢你做阮的牧者，互阮无欠缺一项。感谢你，赏赐阮所有食物。感谢你，安尼稳定伫阮的顶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要继续徛地来学罗伊，因为伊是咱的牧者，是带咱经过旷野沙漠的。咱用感恩祈祷的心来吟这首《耶和华是我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我无欠缺一件。予我得地青草坡，带到安静水边。伊予我灵魂牵引，带我行伊的路。我行过新山谷，也路行到行海。伫我对天面前，为我摆设下。你要有我的头，予我好陪满满。稳定主比阮对我，到一世人无算。我要惦记你的主，伫高野永远远。嘿嘿哟，嘿嘿哟，主你甲我同在。你的嘴甲你的乖，时时拢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有主爱跟对我。我要惦记你的厝，伫高野永远哈利路远。亚！愿咱也更归到咱的主上帝，来用感恩的心来吟。耶和华是我牧者，我无欠缺一件。予我得地青草坡，带到安静水边。伊予我灵魂牵引，带我行伊的路。我行过新山谷，也拢无行在海。伫我对天面前，为我摆设下。你要有我的头，予我好陪满满。稳定主比阮对我，到一世人无算。我要惦记你的厝，伫高野永远远。嘿嘿哟，嘿嘿哟，嘿嘿哟，主你甲我同在。你的嘴甲你的乖，时时拢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有主爱跟对我。我要惦记你的厝，伫高野永远远。我要惦记你的厝，伫高野永远远。再一摆三个。我要惦记你的厝，伫高野永远远。咱就抱一声归互咱的主上帝，哈利路亚，请坐。感谢伊带咱经过人生的风波，感谢伊带咱行过人生的苦难。咱要怎样来报答伊？
原来用感谢，甚至是奉献的心回应伊的疼。唱歌学乐意，唱出感谢的心、感谢的歌来学乐伊。无人比你较疼我。伫这世间，无人比你较疼我有主，当我寂无孤单，你来照做我，为我做我，忍受痛苦大磨，你永远又来陪伴我。你有真正的大，我要怎样无当？甘愿为你献上我的生命。我要你唱歌，唱出满满感谢，今生努力永无散。伫这世间，无人比你较疼我主，当我寂无孤单，你来照做我，为我做我，忍受痛苦大磨，你永远又来陪伴我。我大甲主讲，你有真正的大，我要怎样无当？甘愿为你献上我的生命。我要你唱歌，唱出满满感谢，今生努力永无散。伊原伫主的面前，安尼甲伊求，得胜的主啊，你甲阮同行，无论阮是伫四面山谷，还是伫倒落，你拢会来掠着我。我若要轻调你所享受的福气，因为对主的人有福气，亲像忧伤的快乐。主啊，伸你的手，牵我来行；伸你的手，牵我来行。这人生的道路，我毋望你来指示带我。求你照你所应允的来成就。一摆来吟的时，咱用感恩的心、奉献的心来吟。伫这世间，无人比你较疼我有主，当我寂无孤单，你来照做我，为我做我，忍受痛苦大磨，你永远又来陪伴我。你有真正的大，我要怎样无当？甘愿为你献上我的生
感谢你甲阮同行，阮也愿意对你的脚步来行。得胜的主啊，感谢你为阮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你所行的奇事作为。阮也要用信心来对你行，改变阮的心智，听你的话，谦卑来顺探你的话，谦卑来遵守你的律例诫命。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为这个福分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耶稣为阮赎罪挂，阮通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阮通来到你的面前，来做你所欢喜的代志。求你帮助阮一生行伫你的正路，遵守你所教示的。感谢你接纳阮忧伤痛悔的心，求你施阮怜悯可怜阮，求你施阮可怜阮是头份所做的。主帮助阮为专心专意来顺服，帮助阮为专心专意全力来服侍你。愿这一切荣光拢归伫你，利益伫人。愿你的旨意行伫即所在。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这时咱三甲来吟诗，先圣诗250首，先圣诗250首，着学乐主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
家的，咱做伙来共读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相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只是咱三个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54篇，马太福音第5章。心灵善食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赞美咱今仔日要请圣歌队来所献唱的诗歌是《阿拉主的圣名》。
感谢圣乐队的献诗，咱得爱常常学乐主的圣尊名。只是我要来分享咱今仔日所要爱的经文，伊有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8章34节到35节，另外一位就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章18节。但即时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共读。马可福音第8章34节，就叫众人甲伊的学生来，甲因讲：若有人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也伊的十字架来对我。因为既若爱救伊的性命的，却失去伊；既若为着我甲福音来失落伊的性命的，要救伊。创世纪第2章18节，耶和华上帝讲：人担心家己大毋好，我要甲伊做一个帮助者来匹配伊。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他伊话语的人。那只是咱要来邀请蔡尚恩传道来敬道。敬道的题目是面对拒绝去爱的世代，从没有人理解我到基督里的舍己。喂，有声音吗？哦，有，好。拍摄，今天我可能沙哑一点点哦。这两天哦，迄个拜五的时阵压雨，结果有一点仔迄个烧声，所以说都要订一管哦，就是就这2天就一直吞维他命 C 啊，就好不容易今天终于是感觉状况比较好了。好，那还有一段时间无看到大家啊，大家好。好久不见，然后我刚刚得到一个震撼，就是坐伫遐的时阵，听到信歌队在唱歌，哦，目屎用要流落来，实在是太好听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说哇，很美，然后突然那个男生的声音加进来，哦，我整个人就陶醉在那里了，哦，有被充满的感觉，哦。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这种感受了。就今天圣歌队实在是，大家再鼓掌一次，实在是太让我感动了。我真的是听了好感动，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么美妙的声音，直接让我的整个耳朵都陶醉在里头了。谢谢大家。好，来，我们忘了拿这个，还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也是比较特别，其实它是连续剧，因为我也怕省是讲吼，就是这一讲我们是要讲一个什么活出一种爱的关系，过来后面呢，其实后面当然我父亲节不在这，但是我一直想把它变成一个系列所以我会讲一个有关于就是什么是丈夫或什么是爸爸，在父亲节的时候，不过。那一场是在中心教会啦，我会把连结丢到群组给大家啦。对，那首先我们进入这个主题，我们要先来看一个连结。这有特别要安怎开吗？来，我们先来看一个。台湾少子化越来越严重，内政部户政司10号公布最新户口统计。
目前台湾总人数为2328.273人，已经连续26个月负成长。2月新生儿一共6523人，更是比起去年同期减少了3884人，也比上个月减少2200人，月减25.2%，是有史以来首度单月新生儿人数跌破7000人。以县市别来看，粗出生率最高的是澎湖县，达到5.62%，再来是台东、花莲和基隆。民众党立委质疑，我国新生儿人数逐年减少，政府花费4484亿元规划我国少子女化对策计划，不是只要花钱就有用，还得再加强。看到这个新闻，我相信这个少子化不是大家陌生的议题，绝对不是。我们以前还很自豪，我们不是世界倒数第一，倒数第一是谁？哦，有人讲南韩，韩国是倒数第一，但是现在我们笑不出来了，我们输给韩国了。那韩国为什么少子化会倒数第一？其实也跟一个运动有一些关系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次美国总统大选过后呢，在美国的女性之间，现在掀起了一股风潮，叫做4B 运动。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源于南韩。南韩其实在过去几年，就为了要对抗他们的父权体制，发起了这个4B 运动。所以这个 B 全部都来自于韩文，是什么意思？不要跟男性结婚，不要跟男性生小孩，不要跟男生约会，也不要跟男生发生性关系。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南韩性别不平等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所以他们发起这项运动，希望能够去对抗这个父权体制。那现在川普当选之后，美国人也开始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社群媒体上面越来越多人发起这个4B 的贴文跟影片，而且网络的搜寻量越变越多，就连很多的美国媒体都在关注报道。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川普在竞选期间，时不时就会发表一些言论，被某些人视为说可能涉及性别歧视，甚至说在竞选期间他说了我会保护女性，不管他们喜不喜欢。那这一番言论，当然啦，也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可是美国能不能够延续这样子的4B 风潮呢？有一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包括美国跟韩国不一样，社会多元性、种族的差异性，这些都可能会牵动着后续的发展。但也有。好，大概到这里这个运动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看待的运动，是什么意思呢？韩国之所以少子化曾经是世界最后一名，是因为这个4B 运动把它推到了一个很鲜明的地步。什么是4B？4B 就是4个拒绝什么4个拒绝？拒绝跟男生约会，跟男性约会；拒绝跟男生发生关系；拒绝跟男生结婚；拒绝生育。这4个，它不代表所有的韩国女性，但是呢，所有的女权主义者也不一定全部都支持这个立场，但是它其中代表了很大一股女性的声音。她们对什么的声音？对于跟异性有关系、有婚姻、有生育的关系，代表了高度的不信任。这些女性很多的问题，并不全是什么，并不全是虚构的因为女生进职场以来会怎么样？现在跟传统时代已经越来越不同了，越来越多女生需要进入职场。她们进入职场之后，她们会期待什么？她们还是照样期待被照养育小孩嘛，照顾家庭。所以她们为什么？她们会觉得婚姻不公平。如果婚姻意味着你的身体要冒险，你的职涯要中断，你的收入会有损失。如果老公扛不住的情况下，那我为什么要乖乖生小孩？我为什么要生育？生育为什么会变理所当然？所以，如果有一些男性你去要求女性说你要理解啊，你要陪伴啊，你要照顾啊，但是这个男性又，比方说现在交友市场越来越强调 AA， 大家听过 AA 吧？就是我们各付各的，或者是均分的意思嘛。那我要多付出，为什么我要跟你 AA？ 那男性是不是在逃避这个承诺？你是不是代表你拒绝承担责任？所以女性为什么要相信婚姻市场？所以代表着什么？
我们来看这个世界最恐怖、最低的生育率转到台湾了之后，而且越来越多女生在网络上推唱这个4B 运动之后，推唱女性主义后，我们教会绝对不能够看到低的生育率哦，就想到女性，把责任放到女生身上。如果我们只要求女性要结婚、生育、忍耐跟顺服，但是你不去责备男性怎么样？男性可能有暴力，有失信，男性可能在家像一条虫，懒惰，没有肩膀，逃避责任。教会就不能够都只是在捍卫圣经的教导，那只是在维护男性的方便。所以商也要郑重的呼吁哦，我们要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女性会有这一股的愤怒的声音。这股愤怒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想看看。但是我们要说过来哦，我们知道他们愤怒的由来，我们不等于我们必须要接受他们提出来的解答的答案。这个4B哦，应该这样讲，伤害可能会导致什么？一个人产生自我的防卫，但是你不能够让看到什么事都防卫，就代表了真理。什么意思呢？一定有一些婚姻存在着关系的不平衡，甚至存在压迫。但是，这个等于婚姻是错的吗？不是，这个不代表婚姻本身就是压迫。某一些男人，网络上一定有很多新闻嘛，有一些男人不值得信任，但是不代表男性整体都是女人的敌人。所以4B 运动他给出的答案其实很恐怖。他说什么？有关系可能会伤害我，那我就退出关系嘛。既然婚姻会限制我，对不对的自由我就不要婚姻，我就拒绝婚姻。既然生育会承受代价我们就鼓励女人都不要让任何人对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未来拥有任何期待。这就是女性主义运动的路线。但是我们要反过头来想一下，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呢？耶稣说的好像跟这种文化拒绝文化刚好颠倒。耶稣说的是，如果你要跟从我，你就应该学会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是不是命令别人说我们不要和别人糟蹋了，所以说我们要躲远一点，我们要拒绝，我们要否认他，敌视他。耶稣是说什么？耶稣他在挑战我们，他是说生命的最高目的到底是尽可能的躲避来保全自己，还是要在真理中学习去爱？首先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来思考一下女性主义的诉求。女人有受教育、工作、财产、人身安全、免于暴力的自由跟权利，这些诉求的确纠正了很多真实发生的不公义。圣经也没有授权我们查甫人男人要把女人当作工具或者是无偿的劳动力。但是出在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身上，他们的解读会变成什么呢？他们会说什么？女性跟男性既然拥有同样的尊严，他们会进一步推到女性如果需要男性就是不自由，我们不能需要男性。然后他们会从反对男性滥用权力解读成什么？男性的权柄本身就是压迫女性，这是女性主义的初衷他们会从什么？改革婚姻中的分配不均变成婚姻就是男生设下的陷阱，父权陷阱。最后保护女性不受伤害，就变成了我们来4B吧，我们来拒绝男性吧，我们来拒绝婚姻吧，我们来拒绝生育吧，这个才叫做解放女性。所以这时候的高举，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它根本是超过了维护女性尊严，它的内在是什么？它的内在根源叫做什么？叫做绝对的自我主权就是我的身躯、我的时间我的能力跟我的未来无爱让任何的查某人来约束，不要被任何的
盟约绑住，不要被任何的婚约啊、共同使命的要求绑住。这样的自由表面上的确很自由啦，保护了我这个人个人嘛，但是却容易怎么样？原本我们应该是互相信赖、合作的关系，我们是互相依赖、互相交托，甚至互相舍命，都看成了这种讲法、这种盟约叫做危险。他把一切的付出、牺牲都解释为，只要我付出，我就是被剥削，甚至任何人不能随意的给我承诺与约定。如果我们互相承诺或约定，这个就是压迫我哟，这个就是捆绑我哟。所以这完全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圣经从来不认为最高行事的就是我不需要任何人我自己做我的主。圣经教导的是什么？圣经教导的是人不是依靠一切的关系才能够成为什么？大家想一下，我们不依靠关系会变成什么？自己做王吗？我们要依靠什么？连结。我们如果依靠切断关系，我们是完整的吗？大家想这个问题。人在上帝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被呼召、被限制、被修正，也被爱，这个才是完整的。所以我们教会不能够用网络上一句很流行的口号叫政治正确，我们不能够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我们就看点了呀，我们就保持沉默，把男生视为整体需要斗争的对象，把婚姻视为压迫，把拒绝视为解放，这跟圣经所创造的价值观其实是违背的。但是反过头来，我们也要来想另外一个点。这场讲道的目的，大家开头以为我是要批评这些激进的女性主义，其实上恩要郑重的说，发生这个问题中真正的核心是什么？男人。这个问题真正的关节点在男人，为什么呢？因为男人有可能利用另一种方式活出自己的自我主义中心高举个人主义的女人会用什么？用自由来拒绝关系。男人不为多让男人可以用什么？自由来逃避盟约。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来想一下，现在的女生是不是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工作？我是查某人，我有完整的社交圈，完整的工作。越来越多的女人会想说：我不需要查某人我不需要男人那男人呢？他会怎么讲？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他也可以用行动来说我的确需要女人的陪伴、理解、身体、情绪价值，但是我不愿意为他的人生负责。简单来说，男人不想要扛责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自由主义盛行的今天，年轻的男士们越来越不想扛责任了。有些男生愿意长期的暧昧，但是我不说明清楚我的方向，我关系要怎么走。有些人我享受我的恋爱，甚至享受性，但是我不想要跟你进入忠诚的关系，这样对吗？有些人还会主动要求社会你要理解男性的重担、男性的困境但是他不愿意努力成为一个可以信任、可以承担、肯面对自己的男人。所以女生以严肃甚至是很激烈的四逼运动来做出退出的口号，对比的是什么？男性是什么呢？男性是不负责任嘛，越来越有逃避的心态嘛。两者表面上是什么？敌对，实际上是什么？我们静下来思考，底层他们表达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我不要让另外一个人进入我的生命，跟我彼此负责，对我构成负责。所以我们前面说的很特别，我们说什么？女人拒绝的形式来什么？逃避去爱。
男人刚好什么样？男人是什么？大家想一下，男人就是以逃避的方式拒绝去爱。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2句话：女人以拒绝的形式逃避去爱，男人以逃避的形式拒绝去爱。所以教会的答案不是叫女人重新信任婚姻，我们必须要先诚实的问：我们是否能够成为值得信任、值得被信赖的男人？各位，当我们男女现在双方似乎站在对立的阵营的时候，背后共享的哲学就是刚刚讲的，叫做什么？个人主义哦。请问什么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就是我认为最真实的我存在就是存在我内心的感受嘛，我的欲望嘛，我的自我认同嘛。所以我人生的最高原则就是忠于我内在的欲望，排除外在任何妨碍自我的限制。所以家庭变成什么？限制。教会变成限制，甚至身体自主权变成限制，性别、婚姻这些盟约都变成限制。如果他不是，他必须要我来审判，我来审判说这些是不是限制我的，这些是不是肯定我的。如果肯定我就是爱，如果限制我的就是压迫，要求我改变的，你就是不尊重我，就是不尊重我。但是圣经的教导是这样吗？圣经的教导不同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是什么？受造者。我的身份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是从上帝、从身体、从关系、从呼召中领受的。我们人不是天生就拥有完全的自由的个体，然后才决定是否我需要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出生开始，我们就是在关系这2个字中成为人。所以很明显的，个人主义把顺序颠倒了嘛。个人主义说什么？他说我们人不是先问神创造了我，神赋予我活生生的生命让我可以思考上帝呼召我是要做什么？他是问什么？什么样的生活不会限制到我？这个我才要。这段关系可以给予我多少的价值？这个我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自我满足被高举成关系的最高目的，请问配偶的定义变成什么？还是服务我为主？就不是以人的立场，而是以什么？配偶对我来讲就是工具，就是功能需求。所以男生，我要先算一下，你有没有给我足够的安全感、收入、照顾、肯定性、情绪、社会地位等等，我就开始算功能了。功能下降这个关系就不要了，失去它的意义。所以今天2性的危机多数时候不是只能指责一方自私、一方无辜、一方诈欺、一方诚实、一方压迫另一方承担，而是男性跟女性都怎么样？把自己放在中心，把自己做主。所以福音的批判不是我们2个人都各打50大板，而是指出现在男女一个共同的偶像，叫做自己为王，自己做王有一个哲学家叫做马丁布尔，他有一门很有名的著作叫做《我与你》。我与你是什么意思呢？这本书它很特别，它把人的关系看成2种，一种叫做我与你，一种叫做我与他。他是什么？物品的他。分成这2种关系我们人类面对世界上其他的人的时候，就会产生这2种思维：我与他，我与你，这2种不同的态度。这个关系到你怎么样去体验这个社会、体验这个世界的差异。比方说嘛，像是我还是单身嘛，所以有时候会关注到一些婚姻方面的议题。我来举例一些大家耳熟，可能也听过啦，甚至是耳熟能详的名词叫
叫做什么呢？婚恋市场、市场价值、择偶条件、情绪价值，有听过吧？很多人有听过。这些名词是什么？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哦。婚姻需要考虑的的确是信仰啊、品格、责任、生活能力、水准嘛，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正向性的功能，但是问题在什么？这些条件，如果把这些功能看成对待人的全部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你不需，那就不是要去认识一个人，而是什么？你要去列一个查核表，要去看这一组工具，这一组等待被审核的规则功能健不健全。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男人跟女人在婚姻市场会被怎么区别对待，或被怎么看待，被怎么用功能来定义男人会被衡量什么？我相信大家可以猜得到，收入够不够，工作稳不稳定，你有厝吗？你有没有房子？现在房价那么高，你有没有房子很重要你有没有提供足够的安全感给我？女人被衡量什么？外貌符合期待吗？我的年龄是否理想啊？我是否容易相处啊？能不能够提供照顾啊？情绪价值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都只用功能来定义对方，最后男人会相信什么？很残酷。我是不是不够好？我要不要更成功？我是不是不够成功？我不够成功就没有人要爱我。那女人会想要什么？我要好好提防不然我可能会被剥削，会被压迫，会被压榨所以男人把女人视为难以取得的奖品，女人呢，则把男人视为我必须要严格管理的风险。所以最后，男人容易怎么样？请听清楚，男人容易否定自己，女人容易否定男人。容我再说一次，男人容易自我否定，女人容易否定男人。这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逻辑。这个逻辑就产生两条路线嘛。为了婚姻我必须要更努力呀，我要提升自己，我要不断变得更强。如果我的功能不够我就不会被选中，所以我当然要努力一点啊。第二个我躺平算了，反正我拼不赢人高房价、高物价，我养活自己还要有责任能力养活别人吗？我躺平，我不玩了，所以我退出市场，我宣告自己不再需要任何人。但是福音呢，它不是这样子看的，它绝对不是要我们去提高自己的售价，而是要把人从这个市场中捞出来、救出来看待一个人，不再是依靠他的收入、职位、身高、能力，女人也不是依靠外貌、年龄等等的情绪价值功能的总和才叫做完整的女人。如果我们把人定义成这样子，那不是在定义人我们在定义什么？物品，定义工具所以请问弟兄姐妹，我再问大家一次，人是什么？我们人是上帝所创造，有神的荣美形象。所以我们要想一下，讲到人，讲到男人与女人，我们真的要回去看创世纪。创世纪第2章说什么？2章18节，我们刚刚听长老读的。耶和华上帝说什么？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圣经中第一次出现不好是在哪里？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第1章我们一定非常熟嘛，因为怎么打开圣经，最开始看第1章，对不对？好，可能第1章以外都没有那么熟我开玩笑的。好，但重点是第1章，上帝说了超多次的好，甚至最后还总结一个这一切甚好。上帝创造了什么，他都说好，这些都好。但是当他创造了第一个说不好的，居然是男人，我们要惭愧一下，对不对？圣经说第一个不好的是他创造了一个男人，
但是他看这一切，他觉得差了点什么，所以他说什么，我们后面就知道了。所以很多人从小听这个圣经故事长大，会下意识以为上帝创造阿东感觉减什么无够好，所以才做一个夏娃出来。你是不是会这样觉得 ？No No No， 其实又错了，这个想法又错了。为什么呢？这个不好不是指亚当缺了一个工具人，缺了一个我可以陪他聊天啊，他有需要可以帮忙处理他的生活啊。他揭露了一个更深的事实：单独一个人不能够这样子就把自己视为完整的全人类的尺度，就是个人主义那种，我一个人就是我的出发点就是世界单独的一个人不能够把自己视为全人类完整的尺度，而且你更无法去理解三一的神。亚当他独自一个人，他不能够完整的理解上帝，也不能够完整的完成上帝交托给人类的全部使命，他也无法在没有真正其他人做对比与连结的情况下，学习什么是真正的什么差异性，学习什么是互动，学习什么是互相忍耐、互相包容，学习什么是盟约与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上帝不是替亚当增加一个工具，增加一个助理，他是怎么样？他是把一个完整、同样以上帝形象所造的人带到他的面前。女人的出现不是为了圆满男人的自我中心，而是要打破男人将自己视为完整的幻想。所以基本上，男人与女人的联合，就完全打破了现代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所以女人是什么呢？圣经将女人翻译成2个字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他将我们18节写到，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容易让人以为男人就是主要的核心人物女人只是在旁边协助他的助手。坦诚说，很多人从小看圣经就这样解读但希伯来文的原文不是这样他的帮助者用的是一个 Azer， 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远比次等还是助手的意思还丰富非常多。大家知道吗？很多时候旧约这个字出现在哪里？ Azer 这个字出现在耶和华上帝，他描述他自己 Azer。 大家很喜欢读的诗篇33篇20节说，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盾牌，就是用 Azer 这个字。诗篇121篇，大家最爱的上行之诗嘛，说我的帮助从造我的什么？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也是用 Azer 这个字。申命记33章更连续出现了3次 Azer 这个字，用帮助描述上帝为百姓征战与施行拯救。弟兄姐妹，如果 Azer 帮助者这个字代表帮助就是地位比较低，能力比较弱，圣经不会多次用这个字来写上帝。上帝帮助人是因为上帝低于人吗？当然绝对不是嘛。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人的不足，我们不能够单靠自己来描述，我们需要有能力者在我们真实缺乏的时候施行帮助。所以女人被称为 Azer， 首先不是宣告她地位比较低，而是揭露我们男人的确是不足的。上帝不是说我造一个人，我看他甚好，已经完美了，所以我再造一个女人只是来帮他处理琐事。上帝说的是什么？上帝说的是，独自一人是不足的，无法完整学习更像我，也不能完成我交托的使命。所以大家再来回想一下，帮助就代表听话吗？如果是你请的员工，是你的助理那的确当然要听你的。但很明显，圣经的帮助 Azer 它不等于什么附和。什么是真正的帮助？
真正的帮助有时候是支持，有时候是提醒，有时候是什么限制，甚至有时候是什么阻止你。当我们男人骄傲的时候，女人可能要提醒他；男人逃避责任的时候，他可能要求他面对真相。当男人只有用自己的角度在看东西的时候，他使他看到了自己无法看见的那一部分。当一个人只会同意你所有的决定，那就变成你的员工了，甚至是附庸了，不是真正帮助他的人。圣经所说的 Ezer 帮助者，是在能力未达的时候、不足的时候，提供真实补足的人。我们不是说有2个字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叫做 Kenegado， 念快一点。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Partner， 伙伴，可以理解成什么？我与他相对应的意思。这个字是从对应来的，对应就绝对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嘛。我与他相称来的，我是站在他面前跟他对立，但这不是一个负面的词哦。所以说，女人是躲在男人背后的词吗？其实我们有时候喜欢讲台语什么 gay 凹啊、乌龟不，但是要想一下，圣经的用语其实跟我们的传统观念可能会有一点差异。它不是要让女人躲在男人背后服从命令，而是成为一个站在男人的面前，可以与他面对面相遇的人，可以相遇的人。他与男人同样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所以能够与他相交配。他与男人真实的不同，所以能够互相补足彼此的所需。他不是男人的复制品，也不是男人的附属品，而是与男人相称、相对应，可以共同承担使命的伙伴。所以，什么是互补？互补不是会容易被人误解，以为男人才拥有决定权，女人是协助执行者。不，我们要来想真实的互补是什么？真实的互补不是一方完整另一方剩下那一小块我把它填上去，而是我们承认我们男生、女生、查甫人跟查甫人彼此都有限。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经验当成了完整人类的经验，所以男人需要女人。不是只有需要他提供照顾、情绪价值或是生育，他需要的是一个什么？真实的他者、他人，另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使他不会永远活在自己的声音之中，自己声音的世界。同样，女人也不是借着像是女性主义等等来宣告，女人完全不需要男人，不需要男人才是成熟的女人。所以保罗特别交代什么？保罗说，他在哥林多前书11章说，在主里，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圣经所描述的不是支配，也不是分离，是男人跟女人彼此在主里互相依靠。所以，女性跟男性的尊严不是建立在因为需不需要另一方才有尊严，而是建立在我们两者都是受上帝的形象所造，都是不可被物化的，也都在被呼召，把我们各自所拥有的恩赐带进共同的使命当中。而什么是互相依靠呢？我们来思考一下耶稣是怎么讲的。马可福音，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丧失生命；凡和我福音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所以，各位，我们要来想一下，这个是没电，有，好，拍摄。所以，各位，对我们而言，男人舍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能够把女人当成什么？只是个陪伴，只是要索取她的陪伴，索取她的身体，索取她的情绪价值。但是你拒绝什么？真实
节制、责任、承诺。那女人呢？对女人而言，舍己意味着什么？不能够防卫嘛，绝对的自主权当成真理。我不能够因为有关系的风险，就宣告彼此的需求本身就是不自由的。而对男女双方而言是怎么样？舍己是不是失去人格？不是，舍己是放弃自己做王。只有当基督做王，男女才不会去争抢彼此最后谁到底才有权利我们愿意把生命交给基督，才有可能在真理、界限和恩典中，我们重新把自己向另一个人开启。因为没有谁做谁的王，都是基督做王。所以对教会的牧养而言，我们要来想一下，想保全自己的，你就算保全了所有的选择，你也可能失去真正爱人的能力呀。只有你愿意将自己交出去的，才可以重新将界限打破，跟另一个人敞开。所以面对低生育率以及两性在婚姻市场彼此的却步或恐惧或退出，教会我们不能够纯粹是只看到了一个低生育率等等，我们就以道德来压迫人。教会首先要怎么样？要教导我们不要把人当成工具，不要把人当成功能群体的来对待。我们人不是什么功能性市场啊，群体性。单身者不会因为没有伴侣就变成次等，收入不高的男人不会因为婚恋市场不足，他就等于没有做人的资格的尊严。没有进入婚育的女人，也不会因为未完成某种社会期待的使命，他就不再完整或被贬低。教会同时还要处理什么？可能有的家庭暴力，可能有的操控，可能有一些色情或者是滥用权力的现象。最简单的一点，如果女人受伤了，在教会里得不到保护，讲台上我们一直称赞说婚姻有多好，信任也不会恢复。但是教会也要明确的拒绝把什么男性都集体的污名化，把婚姻视为天然的压迫，把拒绝称为什么所谓的解放运动、解放文化。福音是要保护什么受伤者，但是他也要要求我们受伤者需要转化自己，不要将受伤就举到最高的道德标准，让伤口成为控制你的主宰。所以教会面对男性与女性共同的服事、彼此聆听的文化，我们女性的恩赐不是只有什么，不是只有放在厨房里头啦。我们女性的恩赐不是只有放在儿童或幕后，男性也不是只有永远做搬运工啊、决策啊、解决事情啊，我们才需要彼此，其他时候都不需要。什么是恩赐呢？按恩赐搭配，就是 Ezer 跟 Kind God 在教会共同体之中的延伸。所以今天尚恩留下了一个小后续，有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现在有一些女性退出关系，是因为男人不再被信任，男人不值得被交托。那么圣经中所塑造的男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当然，这是我会在父亲节的时候聊的主题哦。大家都知道父亲节快到了，刚刚来的时候就听到长老说：“我们父亲节要不要邀请男生来献诗？”我觉得这个非常棒哦。对啊，其实说实话啦，就是你去看看各个节日哦，百货公司或什么，父亲节那个等级排到多后面啊？3大节日有没有父亲节？没有。你去百货公司或各方面看了，父亲节都是一个那个没有人想要理的节日。说实话了，有点，甚至你去听教会讲道，就是大部分的讲道，我们对母亲节其实非常的重视，对父亲节有的有，有的没有，这个要说实话，这个是现况哦。所以当然因为我7月底8月初就是上台北要待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就是我爸爸退休，然后我们要搬离宿舍、搬家等等等等，会忙一段时间。那
我们要坦诚，教会不过父亲节，很爱过母亲节的时候，为什么父亲节被当成选配哦？那我们要来想一下这个，思考这个问题。不过也提早跟在座的各位爸爸们祝一声父亲节快乐哦。那我在台北帮你们先提早祝贺。那弟兄姐妹，最后要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世界目前最大的危机啦，不再是结婚或生育率太低，我们应该要看得更远，就是男生跟女生哦，都越来越习惯把另一半视为一种风险投资啊，一种条件，一种工具，甚至男女变成敌人。这就是为什么激进的女权运动不是答案，因为它把个人的孤立包装成什么？孤立包装成自主。男人也逃避啊，男人逃避什么？不愿意扛责任嘛，不愿意扛责任但是不愿意扛责任绝对不是答案。你只是把你的不负责任包装成自由而已。所以这两者都拒绝让另外一个人进入你的生命，跟你互相为彼此的生命守护负责。圣经怎么说？创世纪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孤立，真正的自由不是抓紧自理，而是你必须要去否认自己做王。耶稣基督他有没有因为我们不够好，他就落跑了？没有，他知道爱我们可能会受伤，而实际上他也知道他后边的路是多么的痛，但是他有没有拒绝进入我们的世界？没有，他走向十字架，把自己交托出去，使敌对的人都可能跟上帝重新和好。希望教会不要再因为这个世界目前正吵得很混乱的性别战争，就因此退缩。我们要让男女在基督里重新学习。我们彼此都一定有差异性，差异不代表谁高谁低，需要不代表你就比较软弱，帮助不代表你就是次等的人，承诺也不代表就是压迫。真正的爱不是没有界限，而是不容忍犯罪。真正的爱是承认在真理中，我愿意替另一个人的尊严负责，替另一个人的益处负责。我愿意承认他的尊严，也愿意承认让他有益处。这个对我生命是很重要的。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活在一个渴望被爱却害怕进入关系的时代。我们把自己保护得越来越完整，但是却越来越不知道如何去信任，如何去委身，如何去相爱。主啊，恳请你赦免以男人的自由为名逃避承诺，以权柄控制女人，以需要的名索取身体与陪伴，却拒绝成为可信的男人。主啊，也求你拆毁一切以解放之名敌视男性、敌视婚姻、敌视互相依赖，把创伤和防卫提升为终极真理的思想。主啊，求你重新让女人看到他们的尊严，他们是你所造的 Ezer Kankado， 他们不是次等的助手，他们不是可使用的工具，他们是有尊严、有能力与男人面对面相对应且共同承担责任与使命的伙伴。主啊，恳请你不要再让男人把自己视为完整的中心，也请你软化女人的心，不再把完全不需要男人视为最骄傲的事。主啊，恳求你重新的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再自己做王，而是背起十架跟随你，在界限、公义、合作与舍己中重新学习如何去爱。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这是咱做伙来吟回应圣诗，新圣诗159首，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咱准备先来做奉献。请咱做伙来做念奉献宣告祈祷文。我相信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获的主权，而这是伊不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甲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卫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命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
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将来很快消息通知。消息报告第一点，本主日感谢蔡尚恩传道，前来咱本会正道，透过圣经真理的分享，互咱搁得到无共款的一个启示，咱真感谢伊，拍破欢迎。也毋望咱伫信仰的当中持续的反思吼，实践主的话语。第二点，咱今仔日迄个会后小组，咱今仔是暂停吼。礼拜三咱邀请遐济，咱做伙到1楼。1楼遐我有准备迄个淡薄的点心吼，咱要做一个交易吼。第三点。本主日，咱的小曾长老伊是有担中会委派到靠北教会担任监选委员，伊监选是曾小什么陈传道为第9任牧师之事宜吼。愿主看顾伊路程一切平安，因为伊会知影有足早伊过来教会，为着今仔的点心，伊有做准备吼，就先搭个赶去迄个靠北教会安尼。第4点。本年度的父亲节主日，咱定伫迄个8月初9，礼拜日要来举行。邀请兄弟会当踊跃来参加。当天礼拜的献诗哦，这个很重要。所以今仔日吼，今仔日我直接点名啦吼，因为咱教会兄弟是真正足宝贝啦吼。迄个咱会当做伙，难得做伙吼，为着父亲节自我祝福一下呢。迄个我要邀请迄个啥，迄个咱圣歌队的基本迄个啥，毛聪上长老，甲明巡兄弟，子安，甲迄个纪明，甲迄个森德尼，8月9号可以过来吗？在高雄，尽量回来啦，邀请。然后咱个迄个修真兄，个迄个啥恩寿，尽量好不好？难得。伊讲你若献诗的时阵，阮会准备迄个庆祝的点心吼。个迄个咱个一个沉默大哥，我尽量就是要甲个承恩，好，我尽量要扣10下。咱为着这祈祷哦，兄弟要勇壮起来，知无？教会需要兄弟，咱为着这事来祈祷，希望咱你讲有一个足完整的，就是迄个啥献诗，父亲节我们一定要很特别，感谢主。第5点，8月初9，一样8月9号下晡3点，富强教会要伫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演艺厅要来举办富强50向神奔驰的感恩音乐礼拜。2点半就会当去到现场来售票入场咱若有时间，时间上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就是可以过去那边。欣赏一下这样子，好，报告完毕。奉献的部分也请咱家己来注意吼。如果若有问题，咱来请咱的咱的会计部来更正。这是咱的这念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马可福音8章34节，咱做伙来念。若有人爱对我，就着报，也伊的世界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可福音8章34节。这时是公道的时间吼，以往我有邀请咱的兄弟，为着咱家己的大桥教会，为着家己的欠缺，咱约来祈祷。照今仔日的经文所领受的哦，若有人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也伊的十字架来对我。愿圣灵亲自来引领我们，真正来领受主，真正耶稣就是圣经耶稣赐予咱的真理、真道理。因为有时咱
咱的信用到这时阵的时阵，我们还不是很理解，我们还不是很明白，主耶稣要对咱讲的话是啥物的？其实伊的话是充满的稳定，充满的宝贝。好，所以邀请咱大家安静心，咱甲上帝的关系，我们再一次跟他结连，好不好？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爸上帝，圣的主日，我欢喜主日伫遮，用敬虔甲感谢的心来敬拜你。领受你真理活命的话，确信你是满有恩典、怜悯甲公义的主上帝。受着今仔日经文所启示，若有人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也伊的世界来对我。主啊！有时阮领受的时真有戆，常常照着家己的心思意念来行信仰的道路，无真正顺服伫你的旨意。主啊，求你开启阮属灵的眼光，帮助阮有搁较深的认捌基督，领受真理，愿意无看家己，背起家己的十架，活靠主的恩典，坚心跟对你。求你加添阮的信心。甲勇气，保守阮伫艰难困苦的当中，有缘为着福音来活，做美好的见证。稳定的主上帝，求你帮助大桥教会每一个兄弟，拢有愿意背十字架的心志，彼此相听，同心来服侍，勇敢分享福音来认捌你。好，毋捌你的人会当甲阮相共。来享受一生上界大的祝福，哈利路亚！伫即个时刻，我嘛要为着阮中间有身体欠安、灵命软弱的兄弟来祈祷，求主伊伫个灵甲因同在，永远的平安，是你赏赐福阮的。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们来吟上吟星星诗646，耶稣带我来行天路。吟诗说，咱也要请上恩传道来为咱祝祷，请起立。我来行天路。
但愿三位一体上帝保护、照顾、扶持、帮赞。圣父上帝，感谢你的创造；圣子上帝，你的教导；圣神上帝，感谢你的带领。主啊，愿三位一体的上帝带领查甫人、查某人做伙，为着迈向你来向前，彼此照顾、扶持，彼此瓦靠。奉主耶稣基督，奉圣父、圣子、圣神上帝的名，愿平安对咱到一世人无煞。阿免。谢谢。